圆过来。雨伞攻击。妈妈有冰彩装的。น้ำหอม我这个是纯较少。ซื้อดอกคาพักเล็กถ้าเหยียนยัน你要跟我去买吗？ถ้าเหยียนยันตกลงแบบ我手把伞插在这里。那边有。去那个板。去那一个板。那我们玉米没有拿下来。没关系，再去买。我去看玉米蛋。带我去啊，没关系啦。哈，那等一下再拿。因为爸爸有带钱，你看有泡酒。爸爸要买饮料哦。我想喝一杯饮料。不行，你一杯还没喝完，怎么喝？在哪？你在车上还没喝完啊？那怎么喝啊？妈，我看你。那一个可以泡酒。先丢在这里。8分钟就好了。又是10点10分。花园叫什么？三飘飘。这个飞走。飞走，我也要飞走。妈妈，你看，爸爸已经去。我要买。20分了。爸爸，我要买。送你。等一下，爸爸。妈咪，送。妈咪。有玉米煮一煮就沉下去。对，泡脚比较重要，就一直在那边。
可以的，应该有了。有。这个可以喝这个。บอก มีคนรักกินรักกินแล้วทิ้งเขา 放进去吗？看，都倒的。好，就这个人放在那里。 ใครจังนาทีน้ำฟุดอยู่โอ้แตกว่ะเนื้อนี้他想要下去，不能坐下去啊。这样很好，没有人跟我们一起画这个。对呀，而且它水一直。如果在养温泉鱼就更好。阿志你可以脱裤子แต่ว่าผมมีส่งสลิป 那就没办法。那有没有泳没关系，这样就好了。因为你有长高了所以哎，不可以下去，不可以下去。这样球，这样死掉都没裤子哦。你应该坐这里，坐这里。你应该坐这里。我帮你放，才够脚放着就好了，脚放着。